願主與你們同在。恭讀聖馬竇所載的福音。那時候，耶穌向宗徒們說：你們不要害怕別人，因為沒有秘密的事會不被揭穿的，也沒有隱藏的事不被識破的。我在黑夜告訴你們的，你們要在白日宣佈出來。你們藉耳語聽到的，也要在屋頂傳揚開去。你們無須害怕那只會殺害肉身而不能殺害靈魂的人，卻要害怕那能使靈魂和肉身同陷於地獄的那一位。兩隻麻雀不是只賣一個銅錢嗎？但沒有你們天父的准許，他們連一隻也不會跌在地上。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一一數過了，所以你們無須害怕，你們比成群麻雀貴重得多了。凡在世人前承認我的，在我天父前我必承認他；凡在世人前否認我的，在我天父前我也必否認他。上主的話。請坐。喺啱啱聽到嘅呢一段耶穌嘅講話中，喺馬竇福音嘅第10章，咁咧留低咗一個疑問咧，俾我哋去思考嘅。耶穌話：你哋要害怕那使靈魂和肉身同陷於地獄中嘅嗰一位。佢話：你哋唔好怕，只會傷害你嘅肉身，但係對你嘅靈魂一啲作用都冇。相反，你要害怕嗰一個你嘅靈魂同肉身，佢都可以使你下地獄嘅嗰一位。咁我哋要思考嘅就係呢一句說話裏面俾嘅問題。耶穌所講嘅我哋要怕嘅嗰一位，究竟係邊個呢？有2個答案俾大家揀。A 係代表天主， B 係代表魔鬼。如果你揀 A 嘅咧，請舉隻手嚟睇睇。好猶豫喎，得好少人嘅喎，1、2個、3個。禮堂嗰啲就睇唔到啦嚇。如果你話 B 嘅咧， B 嘅就冇啊，1個、2個啊，3個。後面仲有啲小朋友，都係好少啊，5個啫。咁啊都係多過第一個答案啦，係咪啊？咁啊答案神父揭曉啦。你要害怕使靈魂同埋肉身都會讓你同陷於地獄嘅嗰一位，答案係唔係魔鬼，係天主。即係句説話咧，即係唔係話叫你怕天主，因為天主係掌握我哋生死大權嘅嗰一個主宰，佢亦都係公義嘅天主。點解唔係魔鬼呢？因為魔鬼唔能夠拖垮人嘅靈魂，佢哋對魔鬼對人嘅靈魂係唔可以有任何嘅作用嘅。喺聖經中有好幾個例子咧，都讓我哋睇到魔鬼可以傷害我哋嘅肉體，不過對我哋嘅靈魂，對我哋永遠嘅得救咧，佢冇辦法，因為靈魂係肖似天主神體嘅好重要嘅表徵。靈魂係神體嚟嘅，同天主一樣，分享天主性，分享天主嘅意志、記憶同埋理性。魔鬼冇辦法，除非呢個人願意將靈魂賣俾魔鬼。乜嘢叫做賣靈魂俾魔鬼呢？甘於墮落喺罪惡中，放任自己嘅慾情，就算犯罪都唔怕天主，只一味享受世界嘅福樂，而忘記咗自己靈性嘅得救。咁呢個就係等於好似將自己靈魂賣咗俾魔鬼啦。將受造物，將自己嘅慾念睇得比天主更高，呢一種心態，呢種態度就係將自己嘅靈魂賣咗俾天主。唔理咁多啦，救唔救恩
為我嚟講唔重要，天唔天堂都唔緊要，最緊要我而家要得嘅嘢我要得到。咁呢種呢，就彷彿將自己嘅靈魂賣咗俾天主。而我哋都知道天主係我哋生命嘅主宰，人嘅生命嘅生或者滅完全係掌握喺天主嘅手中嘅。不過呢，我哋要搞清一點，天主絕對唔會傷害同埋毀滅我哋嘅生命，只係人唔願意接受天主拯救，我哋先至會招致生命嘅破損。所以我哋明白呢，我哋越接近天主，越愛天主，越同天主有一個親密嘅友誼，天主就為我哋嚟講，就係得到更好生命嘅一個重要嘅因素。天主會俾真生命俾我哋。所以點解一年之中堂區都會搞好多嘅靈修培育、朝聖以至避靜，係希望培養兄弟姊妹有呢一份親近天主嘅心，亦都有一個方法讓自己同天主建立一份好密切嘅友誼，咁樣我哋嘅得救先有保障。天主係慈悲而有公正嘅，佢係一個論功行賞嘅天主，係一個賞善罰惡嘅天主。如果天主只會俾人禮物，而對我哋犯咗嘅錯，佢從來都唔會懲罰嘅話，呢一個就係一個唔公義、唔正直嘅天主啦。因為為嗰一啲真係擇善固執嘅人，為嗰啲生活正直嘅人係唔公道嘅。如果天主唔懲罰惡人嘅話，不過我哋用人嘅說話講，天主懲罰惡人，其實真實嘅係惡人藉住自己嘅惡行懲罰自己，唔係天主懲罰人，係佢哋脫離咗天主嘅真理同埋恩寵，所以佢哋受罰係因為自己嘅修行。今日嘅福音，耶穌咧要提醒我哋，對天主不離不棄嘅人，天主同樣會珍惜佢啊！所以耶穌話：你頭上嘅頭髮，天主都數得清清楚楚啊！麻雀啊，咁冇價值啊，天主都保護佢哋啊！更何況我哋人咁有價值，天主莫非唔會保護我哋咩？所以係鼓勵我哋咧，要依靠天主。喺第二篇讀經，保祿宗徒寫俾羅馬人書咧，係咁樣話嘅：只有喺耶穌身上，我哋先至能夠得到聖寵，而呢個聖寵係戰勝罪惡嘅正能量。人喺祈禱同埋行善功嘅時候咧，我哋能夠增加天主嘅聖寵。恩寵咧就好似一個盔甲着咗喺我哋身上，幫助我哋咧保護我哋嘅身心靈，唔會失落，唔會衰敗。而只有耶穌嘅身上，我哋先至能夠得呢個恩寵，呢一份咁寶貴嘅禮物。喺第二篇讀經俾咗我哋呢個信息，並且藉住呢個恩寵，有恩寵喺身上嘅人，佢能夠有力量去吸引別人跟天主行善功、活聖善嘅生活。喺第一篇讀經，耶肋米亞先知亦都俾咗我哋一個好大嘅信心。佢話：上主和我在一起，他有如一位強有力嘅勇士，迫害我嘅人只有失敗，一落千丈，只有羞辱嘅下場。再一次肯定，天主係我哋嘅保護者，天主係我哋嘅拯救者，呢一個咁強嘅信息。所以我哋可以結論出，今日讀經嘅三篇讀經嘅信息，天主係我哋得救嘅保證同埋保障。邊一個找到天主，同天主結盟，而又願意依賴佢嘅，一定萬無一失。用多個例子嚟到加深我哋對呢個信息嘅記憶同埋認識。天主係我哋嘅保護。大家咧都有買過旅遊保險嘅經驗啊，係咪啊？咁啊，我哋啱啱去完朝聖咧，咁啊去朝聖之前咧，
嗰個導遊咧都提我哋，喂，你哋記得買旅遊保險喎咁。不過咧，我哋大家好多人嘅經驗都發現咧，你買咗旅遊保險，你會唔會時時都會享用嗰啲旅遊保險俾你嗰啲賠償㗎？唔會，大家即刻擰頭。所以我咧原神父好少買旅遊保險嘅。不過咧，因為要帶教友去朝聖咧，我唔買都唔得啦，都要買啦，係嘛？咁啊，我都買咗保大保。大家都知道買旅遊保險咧，彷彿就好似將啲錢抌咗出去㗎啦。因為真係好矛盾嘅，買保險大家都希望得到保險嘅保障㗎嘛。但如果你買旅遊保險，旅遊保險賠俾你喎，好唔好啊？梗唔好啦，即係你有意外啊嘛，係咪啊？你係咪矛盾咧？唔買個心又唔安樂，買咗又好似冇賠，好似唔抵。不過其實係抵嘅啊，因為你冇事啊，你買個安心啊。咁啊，當時咧去完旅行翻嚟，早知唔買啦咁係咪？但你唔買個心又好似唔安樂噶嘛。嗱，用呢個旅遊保險嚟到去對比天主嘅保險。其實天主唔係俾我哋保險嘅，保險啊嘛，冇你冇危險啊嘛。但係天主係我哋嘅保護，係我哋嘅保障，係我哋嘅保安，同保險唔同㗎。保障保護我哋喺一切障礙中都能夠平平安安，佢係我哋嘅保障，有佢幫我出頭，咪保障咯，係咪啊？保護任何嘅危險中，天主都係我哋嘅保護、保安，保我哋安全。講多少少，我哋今次去朝聖一啲花絮啊。咁咧，我咧從來去朝聖咧，帶教友朝聖咧，咁我咩都會帶，咁啊，但係好少會帶聖油。今次咧，我帶備咗聖油，因為點解啊？喺今年嘅年初咧，我哋教區咧有一個教友去參加咗一個香港朝聖團，去咗羅馬朝聖，好多人都知啦嚇。喺朝聖中嘅第5日，佢就過咗身啦。喺朝聖之中啊嚇，去完伯多祿大殿，跟住翻去酒店咧就休息，跟住之後佢過咗身。咁咧跟住我哋翻到嚟知道呢個消息之後咧，我哋神父間咧就分享。咦，我哋每一次帶教友出外，係咪都好應該帶定個病人傅油咧？咁我今次咧我就帶咗個病人傅油。咁我都話咗俾啲團友聽，嗱，我帶咗病人傅油㗎嚇，咁希望唔好用啦咁。咁有一日咧行程中咧，我哋就去即係購物觀光啦咁啊觀完光購完物喺嗰個商場樓下，咁啊等上旅遊車，點不知啊狂風大作又唔喐得，成團人企晒個門口，咁啊我哋就話各組組長快啲點名咁。其中有一組咧就有個姊妹咧買緊嘢，咁啊有個話喂，佢仲喺樓上埋緊單啊，跟住咧就有另一個教友話唔使驚，神父帶咗聖油，埋緊單都唔怕，即係講笑咁講係咪？即係帶備咗聖油，埋緊單都唔怕。即係天主咧係我哋個保護啊嘛，係我哋個保障啊嘛，係我哋個保安啊嘛。最後我哋都好平平安安翻到嚟澳門啦。神父嗰個病人傅油都未打開過，都未用過。不過我哋人要盡我哋嘅部分，做好準備啊嘛。至於天主點樣安排，我哋安心接納咪得咯。但係你又唔去準備，你又望天主去保護你，唔得噶嘛。你要盡好你自己個 part 先。但係當你做好咗你嘅部分，你又全心依靠天主，天主一定唔會虧負你嘅。買保險佢未必賠俾你，有時我哋亦都話唔希望一定會賠，因為賠即係話我有意外啦，係咪啊？不過買天主嘅保障就唔同啦，不論你俾幾多，付出幾多，天主都一定保俾你嘅。就算你乜嘢都唔做啊，你乖乖地啊，都唔會做好多咩事業，但你安分守己，乖乖地做人，天主都保證你一定享福啊！所以世界嘅保險未必為我哋係最大嘅利益，但係天主嘅保護卻係我哋最好嘅保障，讓我哋懂得喺生命中揾最好嘅保護。